季思琪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嘛？知道。不想明天后悔，现在就让开。不让。臭小子，你看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？陆清武。文墨。吵死了！谁调的闹钟？是我。你没走啊？衣服穿好，吃早餐了。看什么？早餐不会吃啊？怎么火那么大的？果酱要草莓还是蓝莓？草莓。不是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不了。妈耶，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跟他哥一样？关于昨晚的事，我知道。我只说2句，你听完再做也不迟。那你最好快点，我待会儿还得回公司开晨会呢。好，你听清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你交往。好了，我讲完了。